40高动态范围人工智慧第12课 12A 这是我的马车。它很大，而我很小。我太小了，推不动它从这片高高的草丛里出来。威尔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也许过会儿，你可以坐我的马车带我兜风。12B 俗话说，只工作不玩耍，聪明的杰克也会变成傻瓜。这句